第7章，这个灭基先知就是撒冷王，果是至高上帝的祭司，本是当晚做祭司的。伊当亚伯拉罕大败诸王倒来的时阵，就领旨意，甲伊祝福。亚伯拉罕也将家己所得来摕10%给伊。伊头一个名翻译出来，就是仁义的王。伊个名撒冷王，就是平安王的意思。伊无老爸，无老母，无族谱，无生的起头，无活命的路马，就是甲上帝的囝三亲像。恁想看觅，先祖亚伯拉罕将家己所抢来上等的物，摕10%给伊。这个人是何等尊贵呢？迄个得到祭司责任的利未子孙，领命照例向百姓摕10%。这个百姓是家己的兄弟，虽然是对亚伯拉罕心中生的，也是照例摕10%。只有灭基先知无甲因同谱，反倒收纳亚伯拉罕的10%，为迄个得到应允的亚伯拉罕祝福，将来位分大的甲位分小的祝福，这是驳袂倒的理。伫即位收10%的，拢是的确死的人，但是遐会收10%的，有为伊做见证的讲，伊是活的，并且通讲，迄个收10%的利未，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10%，因为灭基先知迎接亚伯拉罕的时阵，利未已经伫伊先祖的心中。从前百姓伫利未人祭司责任以下受律法，设使若借着这个责任未得到完全，搁啥事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，照灭基先知的顶次，无照阿伦的顶次呢？祭司的责任既然已经过完，律法也的确过完，因为这个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，迄个支派内将来无有一个人侍候祭坛。咱的主分明是对犹大出来，总是这个支派，摩西并无提到祭司。设使若照灭基先知的款式，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，咱的话就更较是显而易见。伊正做祭司，并毋是照属肉体的条例，就是照无穷的生命的大能。因为有甲伊做见证的讲，你是照灭基先知的顶次，永远做祭司。先前的条例，因为软弱无利益，所以废去。律法原来是一无所成，就引进了敬美的愿望。靠这个愿望，咱通进到上帝的面前。搁耶稣做祭司，并毋是无起咒抓立的，到伫遐的祭司，原毋是起咒抓立的，只有耶稣是起咒抓立的。因为迄个立伊的对伊讲，主起咒抓，决断无后悔，你是永远做祭司。既然是起咒抓立的，耶稣就做敬美的约的中保。遐会正做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是因为有死阻隔，袂活长久。这位既然是永远长存的，伊祭司的责任就长久无过完。凡若靠伊进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伊拢会拯救到底，因为伊是长远活的，替因祈求。
亲像安尼圣洁，无邪恶，无玷污，远离罪人，悬给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甲咱合宜的。伊无亲像遐个大祭司，逐日的确着先为家己的罪，后来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伊只一摆将家己献上，就将这个事成全啦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做大祭司，但伫律法以后起咒詛的话，是立囝儿做大祭司，就是成全到永远。